夢世界如無世態，越看得真，感想越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啟章，平常心開始咗啦。今日呢個節目想同你講下林肯嘅爸爸。1864年，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咯噃，有一個叫馬維爾嘅記者採訪林肯，佢就問：總統先生，據我所知，上兩屆總統呢都諗過廢除呢個黑奴制，但係最後呢就冇攞起筆嚟簽署呢個文件。佢哋係咪想將呢件事留俾你去做呢？林肯答話：如果佢哋知道攞起筆嚟需要嘅只係啲勇氣，咁我諗佢哋一定非常後悔啦。1914年，林肯去世50年之後，呢個記者馬維爾喺林肯寫俾朋友一封信裏邊，先揾到個答案。林肯講到佢嘅童年往事，佢寫佢話：我爸爸有個農場，農場嗰度好多個石頭，影響耕種。我哋就話：爸爸，不如搬走啲石頭啦。但係爸爸話：你知唔知呢個農場當年點解咁平賣俾我哋啊？就因為啲石頭，如果啲石頭搬得走嘅，就唔會可以咁平買到啦。呢啲石頭係一座座嘅小山頭，同嗰啲大山嘅石頭相連，你掘佢唔到噶啦。於是佢就放棄咗啦。但係後來佢爸爸喺鎮上做嘢，媽媽帶佢喺農場做嘢，就話啦：小朋友，等我哋將啲石頭搬走佢，然後耕種更加順利，好嗎？於是佢哋開始動工咧，掘過一塊一塊嘅石頭。冇幾耐啫，就成功咗啦。原來呢啲石頭並唔係好似爸爸所諗得咁困難，佢哋一塊一塊嘅石頭，只要掘低1英尺啫，就可以移動噶啦。林肯最後話：有啲嘢我哋唔做，因為我覺得唔可能成功。實際上人生好多唔可能，只係存在喺我哋嘅想象之中。讀到呢一封信嘅時候，馬維爾已經76歲啦。就喺呢一年，佢決心學一門嘅外語。聽講1922年，佢84歲嘅時候，曾經採訪過孫中山先生，仲用流利嘅漢語同孫中山先生對話添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人生有好多困難係我哋想象出嚟，覺得唔會成功。當然，任何事情唔可能一帆風順，但如果你覺得應該去做，就去做啦，唔需要擔心太多嘅。平常心將呢個故事送俾你，祝你成功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你快樂過生活，我拼命去生存，幾多人位於山之巔，俯瞰我的疲倦，渴望被成全，努力做人誰怕氣喘，但那終點掛在那天邊。